另外，甲船有關係，這是早起佇個新北石門的海上發生一件民眾墮落海意外，43歲頂城女性呢，伊坐這個新台馬輪對基隆港要出發，開到一半，人就講哇，有一個人無去啊！即馬專員發現唔對吼，馬上通報海巡單位來敲，結果找半工啦，到即馬還未找到，所以到底是安怎發生？人佇個倒位咧？即馬也閣唔知影。時間1棟3棟，本艇執行那個人員落海搜救案。三海巡人員裝備一個船，手有提吊鏡，徛佇搜救艇佇找，行錯過任何一個所在，而且謹慎，原來是因為有一個遊客佇坐新台馬輪的時，煞無設置落落海。本艇人員至艇外用望遠鏡協助搜尋。代誌發生於昨暝11:03分，43歲姓丁的小姐坐新台馬輪為基隆港出發，拍算佇19早起6點外會到馬祖的中條港，想不到出港才點外鐘爾，佇12:08分，姓丁的小姐因為不明原因佇石門海域落落海，船員發現唔對了後，隨通報海巡單位，出動巡防艇直升機搜救。新台馬輪嘛，佇石門北邊差不多5.9海里的所在開始找人，不過到目前為止悠然無下落，搜救人員繼續去找，無要放棄任何機會。是安怎人會落落海，這需要相關的單位去調查。